Samsung 宣布 Galaxy S25 Series 加入第4位成員，到底新機同以往型號有咩唔同？有咩功能值得留意？今日就同1010 AI 專員一齊了解 Galaxy S25 Edge 更多啦。Galaxy S25 Edge 厚度只有 5.8mm， 令佢成為 Galaxy S 系列當中最纖薄嘅型號。機身重量只有 163g， 比起 Galaxy S25 Plus 足足輕咗 27g 咁多啊！而物料方面，機身採用現時最強嘅鈦金屬邊框，配合埋 Corning Gorilla Glass Ceramic 2前玻璃，攞上手既堅硬又零負擔。另一個令人期待嘅地方就係支援高解像度嘅2億像素廣角鏡頭，就算喺低光環境之下都可以呈現最清晰、最多細節、最色彩豐富嘅高質作品。強化咗嘅相機仲可以選擇人像模式，自動識別主體同環境光線，令人嘅膚色同輪廓睇落更自然。加埋可以自定嘅 AI 濾鏡，可以令成品出嚟更有層次感。Galaxy AI 仲有大合照必備嘅最佳面部表情。而拍片方面，音訊消除器就可以根據個人需要去除雜聲、人聲等，實用性超高啊！娛樂方面 ，Galaxy S25 Edge 採用6.7寸 QHD Plus Dynamic AMOLED EX 屏幕，有埋 ProScaler 技術，令影像顯示更逼真細緻。強大處理器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配合埋優化冷卻系統，輕鬆應付日常使用同遊戲運作等不同嘅需要。更搭載最新 One UI 7系統，提供唔同 Galaxy AI 助手，好似係個人化提示撈巴、一圈即手、即時翻譯同繪圖助手等等，由 AI 為你提升生活效率。Samsung 最新極致纖薄 Galaxy S25 Edge 為用家帶嚟輕巧又強勁嘅旗艦級體驗，將設計美感同實用性完美結合。有興趣入手嘅你，立即嚟1010 AI Store 睇下有咩專享禮遇啦！